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0月16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新闻头起先，咱赶紧来关心轻度风台泥沙，昨时已经发布海上警报，全台湾拢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气象局早起嘛，针对10个县市发布豪雨、大雨特报，其中台北市甲宜兰的山区，这雨可能会落搁较大，提醒民众得要注意。另外，阳明山的擎天宫24点钟内就已经拼超过600毫米的雨，这部分路段有土石崩落的情形。今仔日嘛已经紧急关掉生态保护园区，请大家唔通搁再上山。南环公路天池到向阳石头一直连断，加上东北季风带来雨势，10月开始连续2天有警示封闭，按算17下晡5点才会解除恢复正常管制。搜救人员用真大困难才将受困的游客救出来。惊险的画面发生在宜兰金角水墙，10号溪水暴涨，到起当地了解游客受困，后加在全部救出来，无人伤亡。6男3女全数救出，因为山区连日降雨提醒民众非必要前往山区及水域进行活动。既然一直落大水雨，游客了解受困，台东海花也出现大兴。直到风速慢慢增强，海花也一直出现大兴。在菲律宾东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10号下晡2点发展做轻度风台泥沙。气象局发布海上风台警报，也提醒泥沙风台10号通过台湾南边海边，是暴风圈上接近台湾本岛的时阵。到了礼拜一，随着台风比较到了台湾的西南边之后，花东地区的降雨在礼拜一会比较小下来。但是我们的北台湾礼拜一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降雨还会持续，而且有机会雨势还会更大。特别要提醒，在东北部地区容易出现大豪雨等级的降雨。10号各地落雨已经真明显，台北市山区落雨有400毫米以上，其中阳明山擎天岗7站过去24小时超过600毫米。气象局也针对全台10县市发布大水雨或者是大雨特报，其中台北市甲宜兰县山区爱设置超大水雨。礼拜一之后，随着东北季风增强，台湾各沿海的风跟浪在礼拜一之后才是真正开始最大的时间。所以要提醒大家，在未来几天尽量避免前往海边、山区以及溪河边活动，并且多注意安全。受风太外围环流加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地区这2天要特别注意雨势，尤其台北市山区总雨量总计会有900毫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的永康正南山路的工区，昨下晡2点外，这车路是熊熊落一个30公尺深、5公尺，30公尺长、5公尺深的坑出来，目前是双向封路，等咧抢修。我们今天彻夜会把这个道路来开始灌浆完以后，明天下午5点以前会把这个道路修复完毕，让这个市民能够赶快的恢复通行。市府表示，现场原底是咧做市府相关的水利工程，工地人员伫咧拜五时阵发现水沟边的路面有裂缝，结果昨下晡就熊熊破甲遮尔大坑，也去缀着自来水的管线。好在现场是无人员伤亡。目前这个路段是双向封路，等咧抢修。市府嘛要求自来水公司伫咧今仔早起8点进前，爱甲自来水管线复原，嘛爱拼下晡5点进前修复道路，恢复通车。再来关心国内疫情，昨是增加43478例本土病例，中重症有268例，死亡是77例，其中佫增加一个重症的青少年，目前是伫咧加护病房医治。另外，上新的疫苗受害救济审议嘛已经公布，其中有5个案摕到救济。有一个是台中市60外岁男性，注 AZ 疫苗了后出现毛细血管渗漏症候群的症头，摕到救济金40万。这嘛是国内头一届有人注疫苗了后出现这款症头。新冠本土疫情继续摊烧，15拜六增加43478例本土病例，全台医院医生保持8000外例上侪。
中当前有268例，死亡有77例，是8月这波 BA.5 疫情以来第2悬。当前个案中有1名13岁青少年，本身有神经系统疾病，长期尻床确诊了出现肺炎合并喘气困难，目前也在交予病房治疗。截至今日，青少年重症总共有20例，包括心肌炎1例。肺炎11例，面息有5例，共病3例，6例死亡。另外，上星疫苗受害救济审议结果也出来，拢总有5案得到救济，其中1名台中市60多岁姓张查某人，伊伫注 AD 疫苗了后，发生毛细血管滲漏症候群，得到救济金40万。这也是国内头一个注疫苗了后出现毛细血管渗漏症候群的个案。由于这是个罕见疾病，那它这个无法确定跟接种 AD 疫苗有相关啦，所以后来就是给予救济金新台币40万元。也阁有美国疾病管制中心 CDC 定期公布境内出现欧盟控2种新亚型变异株 BQ.1 甲 BQ.1.1，已经占新增确诊个案11%。对此，咱国指挥中心表示，最近边境又检出2例的 BQ.1.1 个案，拢是香港境外移入。目前 BA.5 犹原是全球主要流行病毒株，未来这2种新变异株敢是取代 BA.5 也要密切观察。记者综合报道。新冠疫情到今也未消退，这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成立到今是已经拄好满1000日。透早是举办活动，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拢有到场甲因加油。蔡英文嘛表示，感谢防疫团队带台湾拼防疫，这成果互世界拢肯定。虽望即马咱的国境开放，不过防疫犹原爱继续拼。才会当带台湾继续向前行，继续往前，护卫台湾民众的健康。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同齐发送代表平安的捧鼓予防疫团队，因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成立到今15摆6拄好满1000日，佮举办千队百年平安庆贺活动。总统蔡英文致辞的时阵表示，这是伊第9摆来到指挥中心，伊感谢防疫团队守护台湾，和台湾防疫成绩和世界肯定。每一次的挑战都是非常的艰巨，但是再艰辛、再困难的关卡，大家都咬紧牙关，努力撑住，关关难过，我们也都关关过了，一起守住了我们的台湾。指挥官王必胜表示，指挥中心为2020年1月23日成立，共月23提升为立即开设，2月27佮提升最高等级1级开设。防疫过程包括阻断传播期、提升免疫期、甲病毒共存期等3个阶段，也把创造1年来有252日零确诊记录。虽然今年的10月13国境开放，也可无代表防疫结束。推打这个追加剂，好，那我们用自主防疫的态度去做，快筛、药物、疫苗都充分供应，把医疗体系保全，为的就是我们可以开放边境，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回顾防疫过程，王必胜也佮阮算笑讲，去年伊坐专机去中国武汉铁桥，因为全程穿防护衫，无法度去便所。上后悔的是无听同仁的建议穿条布，这是真痛苦、个难忘的经验。另外，伊也3摆提起前指挥官陈时中伫1000日的防疫，陈时中就带领908日。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台北市长的选战，在国民党的参选人蒋万安是继续咧骂民进党的参选人陈时中暗号高端疫苗的问题。陈时中是背回讲，EUA 审查是照惯例未录影，这是要防止专家学者惊互人造谣攻击，唔敢讲话。另外，民众党的蔡壁如因为互人撤销硕士学位，后来失掉立委，这敢会去害到黄珊珊的选情？不过黄珊珊表示，伊无咧烦恼，颠倒是讲伊佩服蔡壁如有勇气。台北市选战，国民党一直讲高端的议题，不过前卫福部长、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反问蒋万安，是不是希望咱上好摆买到疫苗？对此，蒋万安搁再批评陈时中何行高端，已经唔知咧讲什么咯。当全世界都在抢购 BNT、莫德纳的时候，只有陈时中在抢购高端。为
这个尚未解盲，然后就急着去签约，甚至现在还有可能将近170万剂要销毁，这是人民无法接受的决议能够合乎科学就好。我们在 EUA 上面一向都没有录影，因为也担心专家学者容易被大家抹黑，而不愿意来表达意见。那这样我们就是我们国家的损失，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专家愿意来表达意见。但市长澄清，疫苗采买程序完毕，15日是指挥中心成立1000天。总统蔡英文支持防疫表现，但市长也表示，大家斗阵努力的成果。国民党莫阁摕疫情做提款机，一直讲早起甲对手黄珊珊工厂两人无什么互动。由民众党立委蔡壁如因为论文抄袭的问题失去立委，可能会冲击选情。蔡壁如他自己做的决定，我们非常佩服他。就这件事情影响选情的情况，应该不会跟那个林志坚的事件一样吧？我想这个是负责任的表现，不是像他们这样断尾求生吧。无烦恼选情受到影响，黄珊珊肯定蔡壁如负责任的态度。不过，这阵伊甲民众党关系紧密，却是以无党籍来参选，是不是会有瓜问题参选的模式？黄珊珊表示，重点是放下政党甲意识的形态，伊也提出组联合政府为市民来谋取福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市长罗秀燕咧拼年底选举的助选，昨是甲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针对台中市的潭子运动中心的设计甲营运来交流。伊的对手民进党的蔡其昌，伊是批评讲罗秀燕想要选正副总统，根本就无心咧顾台中市的市政。接下来参访交流的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台中市长罗秀燕这几天除了兼顾市政行程，也积极扮演国民党规务的角色。顶礼拜，身为新北市林经理，规人下国娘来徛台，15早起是到南投优先科学化的城市，替港党外县市首长参选人来辅选。通过这样子的参访行程，能够好好的学习。那我想未来在市政推动上面，还有城市治理方面，都一定会跟卢市长密切的合作。潭子国民儿童运动中心是台中头一间结合大人甲儿童需求的体育场馆。罗秀燕分享设计理念，也澄清接待蒋万安单纯是市情交流的分享，并无其他选举的考虑。今天就是一个市政交流，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上个礼拜也是，大家说有什么意思啊？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委员，他们对于这个不同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建设市政会有兴趣，那我们都欢迎。不过，对手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蔡其昌批评罗秀燕食碗来看碗外，即期有意想要来拼正副总统，若无心市政，应该让有心要改变台中的人来担任台中市长。大家都说卢市长正在布局总统的大选，那台中市反正4年来，他的大建设都停摆，4年来承诺的支票都跳票，这个台中市的重责大任就交给我。考核与大选剩1个月，台中的选战也愈来愈热烈。国民党甲民进党互相来交手，也大揪民众选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大代志，带观众朋友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日本开放自由行，打算因为各地机场拢欠工，真侪机班拢得爱取消，这是影响到咱台湾的虎航。除了东京、大阪、甲北海道的札幌3个所在，其他的航线拢爱暂停到明年3月。那中英航空是打算先针对东京、大阪、甲福冈继续开机班。华航是先飞琉球、札幌、大阪、甲东京等等的航线。再来看《自由时报》，立法院预算中心的报告指出，到去年年底有8915位退伍的查某官兵愿意做后备军人，咱的国防部却是拢无甲因列入教调对象，这无符合性别平权。那国防部表示会搁评估可行性。落尾是《联合报》。中国共产党的第20回全国代表大会今仔日伫咧北京起过，这是30年来中共上界重要的一回大会。因为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有可能伫这届大会了后，会搁展开伊的第3个任期，而且这嘛大大牵连到台海的未来局势。继续来关心中国的共产党第20回全国代表大会，这大大牵连到台湾的局势。最近美国甲中国嘛因为台海的问题直直的对决。
美军第7舰队的指挥官汤马斯就强调，为着要反制中国无负责任的做法，所以美国才会定期通过台海。伊嘛俄勒讲，澳洲、加拿大嘛拢安尼做。中国军事一直奋斗，尤其8月，更加是对台大规模军演，甚至试射飞弹。美军第7舰队指挥官汤马斯批评这是无负责任的做法，强调针对中国的行为，若无反制，北京只会继续向目标迈进。这也是安怎美国执行自由航行任务，俄罗澳洲、加拿大也加入软过台海。We will challenge that claim, because if you don't challenge it, then it becomes just de facto the way it is, and that's the whole point of the program. 美国、加拿大舰艇顶个月20日联合通过台海，虽然汤马斯表示，唔是所有的自由航行任务拢是针对中国，也毋过任何国家做出的过度主张，拢会是目标。最近台海局势受到关注，尤其中共20大要伫16点场15先举行记者会，有个会议议程。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向第2个100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20大期间要举行10场记者会，因为关系到习近平的第3个任期，加中共高层的人事异动，最近美中竞争激烈，解决台湾问题，总体风力也真受关注，拢会影响下落来两岸的未来走向。记者综合报道。镜头过来看，罗西亚的总统普丁对乌克兰的态度，好亲像有较热闹。伊表示，已经无必要搁大规模的空袭，国内的动员令嘛当伫2礼拜内结束。毋过乌克兰这边，因是放调讲，一定会甲失去的国土收回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是伫首都基辅参加国家保卫者纪念日仪式，表扬纪念为国管区的军人，就抓要拍赢对俄罗斯的战争，确保国家长期的自由和安全。Ми повернемо український прапор в усі наші міста, наші громади на півдні держави. Ми повернемо наш Крим. 乌克兰部队最近伫东部甲南部的反击真有进展，已经为俄军手中夺回627个自路，其中以哈尔科夫东部上济。美国在也宣布对乌克兰增加7亿2500万美金，大约代表超过233亿的军事援助，包括高机动多管火箭炮系统、海马斯的弹药、甲反战车武器、高速反辐射飞弹、车辆甲医药等等。沙特阿拉伯15也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金的人道援助。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伫哈萨克参加一场亚洲领袖高峰会了后，就是对媒体表示，伊目前无打算对乌克兰进行更较大规模攻击，因为主要指定目标拢已经击掉。俄国并无想要摧毁乌克兰，也要扩大动员，目标30万人的有备役人员定调，将会伫2礼拜内结束。俄罗斯例行的年度大型核演习，可能最近就会登场。后边北约经过对乌克兰动用核武，会引来严重后果。普京也呛讲，直接冲突非常危险。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введение каких-то войск в прямое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е, в прямое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с российской армией, это очень опасный шаг, который может привести к глобальной катастрофе. 普京也讲，无后悔发起这场军事行动，表示南外进行，前方支援南海。另外，今时会出席后个月伫印尼举行的 G20 高峰会，普京还未决定。伊表示，目前无感觉有甲美国总统拜登会面的必要。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宜。过来看土耳其北部乌海的一个城市，有一笪炭坑发生爆炸崩起的意外，有49个工人受困伫咧地下300公尺深的所在。这场意外，即马至少已经造成28个人死亡。发生在边的炭坑外口，更夜夜救援人员大步棚规暝抢救，现场也有真济着急的家属救治者。陆续脱困的炭坑全身拢是土炭沙巴，有的受伤被扛去救护车。讲到逃生的过程是心惊惊。Tozmaya hiç ışık bile gözükmüyor yani. Sen kendi imkanlarını mı çıktın? Kendi imkanlarımla çıktım. Yani ne olduğunu bilmiyorsun, patlamanın Patlama büyük ihtimalle tam olarak yani biz biraz geride olduğumuzdan dolayı sadece basınç oldu.
这个巨型的拖船客伫土耳其北部靠乌海巴尔腾省，当地时间14日暗暝6点45分，入口下边差不多300公尺深的所在，技术因为甲烷早期爆炸而造成灾害，部分客都放弃。迄时阵有110个人伫坑内工作，较顶层的拖工顺利脱困上去，暗过有49人，分别受困伫下骹300公尺甲350公尺深的所在。在后内底无继续发生火灾，内部通风正常，救援人员已经伫救队当中，陆续挖出数十个遗体。不过暂时无法度到部分受困者的所在。总统埃尔多安指派内政部长索卢、甲能源部长多梅兹去勘灾。索卢表示，目前的情形让人感觉真遗憾。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镜头转转来看，国内国家人权博物馆总是举办当年一届的政治受难者追思纪念会。咱的文化部长李英德是表示，民主自由是真侪人的牺牲所换来的，因会继续拍拼做转型正义。伫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石碑头前，轻轻插一蕊青芳。幸存者蔡宽如参受着政治迫害的家属代表，将因对亲戚朋友的思念甲疼痛寄伫风雨当中。回想38档戒严时代，蔡宽如讲，平安这2字对伊来讲，听起来轻松，其实真沉重。是1万外的家庭支离破碎，我认为毋是干安尼。受害的是整个台湾的社会，唔通为咗这台湾曾经有这段不堪的黑历史，唔通搁再重复过去的错误。历史袂当放袂记，文化部长李英德答应要尽力邀请受难者家属甲历史专家，用考察历史的方式，将受难前辈的故事记录落来，互真相会当透明，嘛互无工作群的台湾人民会当互相了解。这是一条很多前辈热血洒在这个大地上所累积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故事，是值得我们代代相传。了解越多，我们的凝聚的共识就会越大。那么我们将来在处理一些转型正义的相关事务的时候呢，会有更好的一些过程跟结果。抚慰社会伤痕，需要拍开心内的门窗。国家人权博物馆透过追思纪念会，表达对生命甲历史的尊重。记者麦尚英、陈宝罗台北报道。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资料。北部地区是23度到27度，中部地区是24度到31度，南部地区是23度到30度，东部地区是24度到27度。也有外岛地区是21度到29度。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祝福您顺心，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